再来看高雄有真侪铁厝的厝挂，伫即届的风台风掀起来。伫高雄的三明区就有铁厝落伫附近的透天厝，风沙冒路边的车去互铁厝挂攻到。消保官是建议民众修理的收据就爱保留，等下找到铁厝挂的主人，就当来要求赔偿。市政府嘛决定讲，一寡高风险的铁厝，风检举就来拆掉。风雨当中，园景内甲巷仔夹有封锁线，因为阮厝有铁皮落落来。风台了后，民众外出查看，发现别位的铁皮厝风吹到家己公寓的厝顶，才阁落落来，牵着铁桶，嘛甲停伫路顶的4台车拢讲歹。啊，嘛是爱修理啊，要无我们要安生活啊？阮车歹嘛爱修理啊，啊无我们要上班。哦，各有各的苦啦，毋过这是天灾，大家着搁爱搁讲。民众找到铁皮厝所有权人，开始协调嘛，准备要求偿。三明区某铁皮厝伫正风吹刷70公尺，落伫透天厝，嘛是比对了后，找到厝主才有人负责。搁较济是无法度确定铁皮为倒来。损害赔偿首先就是要找到行为人，好，比方讲说这个铁皮屋或吹落物品的所有权人。假如说找不到的时候，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请求的对象。消保官讲，这种状况想要得到赔偿，一定要找到所有权人，透过司法和法院来认定。若无找到嘛，建议要保存着收证的资料，才会当后续来运用。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部分，那我们会采取即报即拆的这个方式，那是属于它本身的建筑，房屋所有权人能够尽速的来进行修复。公务局指出，铁皮厝顶大部分毋是规片吹走，因此会以通报有物件落落来地点当作是统计的方式。这个风台拢总有351位，扣除违章爱直接拆除了后，民众的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嘛是爱主动检视因的结构，若是造成其他人的损害，就要面临着法律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